如果一定要喺珠海揾一個可以平替香港中環嘅生活圈子，我認為一定係珠海嘅十字門。作為珠海新嘅 CBD， 呢度擁有一線城市嘅景觀面貌。目前呢16萬起就可以擁有過千億嘅配套設施。可以睇到啦，我哋身後呢有我哋嘅澳門塔，有我哋嘅會展中心，珠海嘅中心大廈、5星級酒店以及呢邊嘅生活配套設施都係非常之完美嘅。珠海比較熱門嘅華發商都商場呢就喺呢邊，而樓下嘅十字門城軌站呢可以直達到我哋嘅珠海拱北關口，以及去到我哋嘅金灣機場，真正係可以實施1小時去到大灣區各個核心城市嘅。而點解咁多香港人朋友咧選擇喺我哋呢邊置業呢？最近啊，港人新家園咧服務中心咧就要落戶喺琴澳呢邊啦。符合條件嘅長者咧，其實每個月咧喺呢邊養老咧係可以領到4000幾嘅一個津貼嘅。點解有超50%嘅港人業主選擇呢邊？我哋接落嚟去項目上面睇一睇。而天戀系列咧係涵蓋1房到3房嘅，最細嘅單位咧1房咧佢最低嘅首期咧就16萬起就可以攞低啦，而且咧係精裝交付嘅，咁樣咧你就唔使過嚟再睇住佢裝修啦。而且本次咧華發咧都係比較貼心嘅，針對好多暫時未嚟入住嘅業主咧，佢推出咗一個返租計劃嘅，係可以同華發咧簽3年嘅返租協議，而且咧每年嘅返租咧係3.5%嘅。而所有嘅單位咧，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仲有一個隱藏單位啊！好多朋友感興趣嘅頭牌海景嘅3房啊！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我 send 條片俾你睇下。